我哋嘅乳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如金醫館嘅陳杏芬醫師。我哋繼續傾乳房問題，可以由2個角度出發。根據中醫嘅理論，乳房係屬於脾胃嘅，而當脾胃虛弱嘅時候，會影響氣血嘅生成，從而就導致我哋嘅乳腺功能受損，又或者我哋嘅乳房會發育不良。建議平時可以多啲食淮山，又或者係浸啲黨參茶嚟飲，可以保健脾胃。而中醫個角度，乳頭就係屬於肝嘅。當肝氣鬱結嘅時候，就會影響我哋乳腺嘅健康。而肝主筋，所以建議我哋要多啲做啲拉筋運動，例如瑜伽，又或者係 Pilates， 來到去舒展我哋嘅身心，達到一個疏肝解鬱嘅作用。心情靚靚對我哋嘅乳房都有益處㗎。